這禮拜雨水真高，氣象署是表示講，後禮拜進前各地天氣嘛是個真無穩定，雨會個繼續落哦。後禮拜二，鋒面豆豆離開，西南風減弱，水氣才會減少。第5日節前後才會出日頭，天氣就會真熱熱。對預測溫度會當看到，這2天有一撮鋒面通過台灣。各地的天氣攏較無穩定，氣象署表示，這禮拜六鋒面會開始向北邊行線離開台灣，但是西南風偏強，所以還是有水汽。拜六到後禮拜一，中南部可能規天攏會落雨，所以雨閣會落幾天。從週六開始，鋒面的位置逐漸的北移，轉成西南風的環境，所以在週六的白天左右呢，其實各地還是斷斷續續下雨，尤其在清晨西半部還是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陣雨。那從週日到週一左右這段期間是屬於比較西南風盛行的天氣形態，所以中南部地區整天還是斷續會有陣雨或是雷雨。其他各地呢，在這種環境上面水汽還是比較偏多的情形之下，中午過後天氣比較不穩定，還是要留意可能會有些局部的午後大雷雨出現。那氣溫的部分，因為落雨的關係，最近這幾天未感覺遐爾熱，但是後禮拜二、拜三，因為水氣較少，較有機會出日頭。氣溫也會對你變懸。從週六開始，一直到下週1、2左右，台灣附近呢西南風比較增強了。那如果說沒有下雨的時候，感受上面就會更為的悶熱。各地的溫度呢，大致上會來到30到32度左右。而東南部的這一帶也要留意，在西南風比較偏強的期間，尤其像是14號的時候，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焚風發生，高溫可以來到36度以上。氣象署提醒，這禮拜受到鋒面加西南風的影響，台灣的水汽較濟。後禮拜一進前也會較接有強陣雨加落大水雨的情形。呼籲民眾這幾日出門，要是愛紮雨襪、雨傘。記者郭佑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